近20年来，中英中学高中部录取医科的毕业生已经达到168人，正在顶大就读者更是高达1000人。你今年面临108新课纲的挑战，精英班更有9成以上学生考取国立大学。另外，在高职部的部分，近20年嘛有500多人进入国立科大就读，显示学校成功转型政治化教育好成绩。今天是我们学校137周年的校庆，感谢各界贤达，还有我们董事会、还有家长会、还有校友会们来大力支持我们学校。我们学校目前在国际教育的区块里边有通过这个双语班的设立，还有通过3项国际教育认证。特别值得庆贺的是，我们优质的教学团队。让我们学校在很多的升学成绩里边，每一年都再创佳绩。特别在还有其他的这个竞赛里边，我们国语文、英语文，还有数理、科展以及技能类的全国性的技能竞赛，还有各类的体育赛事，我们都有相当亮眼的成果。这都要归功于我们所有教职员工的努力。中英中学家长会总会长尤亚乔从年以来，带领众委员聆听师生的心声和需求，为学校举办不少有意义的活动，为了回馈学校对着囡仔付出，中英中学家长会发起一系列名人讲座，邀请乌雄学院发起人、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沈博阳教授、艺人唐崇盛、亚洲10大名师范泽刚。台南市观光旅局长郭珍惠等重量级贵宾，跟学生分享知识，翻转学生的眼界。这个当然是我们家长会送给学校的一个贺礼，当然受益者还是我们的孩子，所以我们办理名人讲座。第一，我们就找了这个最近最夯的黑熊学院沈博阳教授，特地从台北下来帮我们的孩子上一堂课，就是治安跟认知作战。我想这个是外面想听都听不到的课程。再来就是我们邀请全方位艺人，也是我们台南人，就是唐崇盛先生，他来为我们演讲，帮我们分析以及分享他的这个成长，还有他如何能够成为全方位的艺人。然后再来就是邀请亚洲10大名师范泽刚先生来分享，如果你要当一个老板，你有没有具备这些条件？然后最后，我们再邀请我们台南市政府最美丽的局长、观光旅游局局长郭珍惠局长来为我们分享他的斜杠人生，他如何从一个台日交流协会理事长，然后一直担任到我们的观光旅游局局长，可以在这么短短的几年之内，能够发挥他的所长。我所认识的她是台南第一才女，所以我非常的荣幸，以及非常的开心，可以邀请这些好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，给我们长荣中学的孩子。校长许德胜表示，中英中学秉持育智为本、养德为根的引导方式，带领学生成为新世界知识分子。嘛，也感谢家长会信任和支持，因为有这么强大后援，让中英中学有更多能量。希望会当服务更多学子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